这个位置本来是93席的平面停车场，那经过我们跟中央来争取前瞻预算哈，透过地上4+R层的这个立体停车场的建设呢，原来的93席的停车位增加到216席，那再增设33席的机车停车格。另外是透过停车场的多目标使用呢，在1楼增设了180平的礼活动中心，还有将近100平的托婴中心。08年开始做嘛吼。迄个我就感觉我社区拢无啥物公社，我就甲迄个沈东议员沈振东议员提出，我们本来是立分这3例那个活动中心就在中间不敷使用，我们里面要过马路要过那个河尾路，车流量太快了，我嘛唔知影争取会过，唔知前瞻计划遮紧就做到的啦立体停车场又结合活动中心，对整个市民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祉。因为这边呢，除了有即将开幕的星光三月以外，还有我们的小北夜市，也是在临近。但这边的话，停车以前的话是非常的一位难求。那这个立体停车场的一个这样的启用之后，除了带给民众来逛花园夜市、逛星光三月、逛小北夜市，未来停车的问题可以大大的改善。活动中心呢，主要也是来做给我们的里民作为一个平时可以来做上课，或者是说一些运动的一个好场所。那像最近已经排到年底了，里长已经规划了运动爱台湾的一个运动课程，还有一些书法课程、美术课程，这个都是可以带给里民更好的一个服务。它的后方还有我们的一个托婴中心。那目前托婴中心的话，占地有100平。那未来的话，也可以提供给我们承德里附近0到2岁的一个幼儿来这边做一个托育，那也造福我们承德里及周遭的一个市民。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启动！让我们掌声喝彩。这个是许多当地的里民、市民朋友们的高度期待，也是周边很多停车需求的一个具体的实现，是以优先服务周边的里民的停车需求为优先，所以里民停车有优待，但是这个停车位马上就秒杀了，这样子的一个停车服务是未来我们多功能停车需求的一个具体呈现。那还有我们陆陆续续在东区也有立体停车场，然后就把停车场跟多功能的这个需求，包括活动中心、包括图书馆或其他的这个需求结合在一起。同时，在这个承德立体停车场，我们还有开辟了这个托婴中心。那现在已经由社会局进驻，赶快去加以装潢，装潢好就可以对外招生，那可以提供优质的这个托婴服务。因此呢，我们特别的谢谢，也期待优质的市政服务能够服务更多的市民朋友。欢迎收看9月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开学头一天，市长委托一透早特别前往永康国小亲自迎接学生回来上课，同时关心校园防疫甲交通执行的情形。会长嘛透过趣味的邮政政达，甲学生交流互动，用欢乐来迎接新的学期。暑假结束，开学第一天。市长委托一透早就来到永康国小亲切迎接小朋友上课，并建立班级，向小朋友宣导各项防疫观念，并进行有奖竞答，现场气氛热烈趣味。清除滋生源的4招：第1巡，要巡检；第2倒积水；第3清除废弃物；第4刷干净容器。请问哪个答案？除了宣导防疫，王委特嘛讲，永康国小学生多，上下课时段周边交通正塞，市府已经伫人行道设计通下机车道，不仅会当让家长接送囡仔安全便利，也改善附近交通台情形，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永康国小的学生数
可以说是全台呢是最多的2300多位同学，所以说每次上课的时候都会形成周边交通的一个非常繁忙的负担，所以他学校主动退缩校园在人行道上另辟一个通学机车道，那进入学校那种用单线式的让孩子能够家长载孩子能够下摩托车，这很方便，也不会造成附近交通的拥塞或是这个交通事故。那我们也希望说同学都能快快乐乐上学，那快快乐乐学习，平平安安的回家。为确保新学期师生健康和安全，永康国小在防疫方面，除了盘点各项防疫物资，落实校园环境消毒清洁，确保落实巡、倒、清、刷，彻底清除户内外积水容器，持续打造安心的学习环境。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但是这个推动宣扬往来等农水产进军韩国市场，日前就伫韩国食品展期间，成功出成将近2亿个商机，加上伫首尔可乐市场完成大量级的 MOU 签署，摕得各大1亿个农水产采购订单，嘛为台南拓展韩国市场再创高峰。市长王伟泰表示，虽然7月份台南拄好碰到风灾的复原期，真侪农产受到影响。不过，伫个副市长叶铁山的带队到韩国参加食品展，创下了真好的成绩。市长表示，尽管韩国的人口只有日本的大约一半，但观光客佮个消费的潜力并无输日本。那今天呢，在韩国食品展中，很多韩国的民众对于台南的农特产品，还有包括生鲜的果品，表现了高度兴趣，并且表示说，他们以前真的不知道台南有这么多丰厚的农特产品，所以呢，未来的韩国市场是极具潜力的，可以开拓了。我们都知道，过去台南的凤梨啦、芒果啦，或者其他的加工品，主要销售都是在日本。因为日本的1亿多人口而且有很多观光人口，是很多大家可以期待。但是以购买实质的成果来讲，韩国并不亚于日本但是韩国的人口只有日本的1半不到。所以说我们觉得是未来还有很多的这个希望。那虽然今年的因为天灾或因为气候的关系，我们的芒果、我们的这个柚子、文旦的产量不及以往。但是我们先把通路打开，未来等到我们的盛产期来到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内销外销，看哪一个市场的价格高，我们就卖到哪里去。市府1号中昼举办韩国食品展促销的成果发表会，有着市长王伟泰甲着参展的厂商，包括黄金荞麦、绿源牧场、自然屋，甲着鲜钻等厂商，同齐分享韩国的促销成果。甲往年比较起来，大约成长3至5成。其实这是韩国食品展，因为我们就是等于是很特地组团去，那其实成绩还不错。尤其韩国以前跟我们台湾的往来，在水果上其实是比较少的。那经过这一年这样大力推广之后啊，我发觉在鲜果，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芒果、凤梨。那接下来他们蜜枣也非常感兴趣，所以我觉得台南在这一次的水果的推广里面非常大的努力，也非常大的有机会。那我相信未来应该会有更好的成绩。我们在韩国的市场已经经营蛮久了那市府这次大力推荐出去之后，我觉得我们最少会成长3成到5成之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市府带着我们这样子冲因为这样子我们其实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让更多人了解我们，那业绩成长，那我觉得农民也会更快乐。台南市伫今年的韩国食品展，除了出现将近2亿个商机，另外嘛甲所有的农水产食品贸易进出口协会以及韩国上大的批发据点可乐市场来签署出口的合作 MOU。未来韩国将大规模来采购台南的山药、蜜枣、往来甲奶子等优质的农水产品。订单总额达到1亿的新台币。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对9月1号开始办理永康宜居成功社会主体头一批住户的签约公证，市长委托嘛前往现场关心市民签约天数甲点到的动线安排，
并且以参观1楼的无障碍设施，恭喜州群将入厝的民众有一个安心舒适的新厝。市府都发局对9月1号到5号办理永康移居成功的社会主体第一批的住户签约工程的作业。市长黄伟綽1号上午嘛亲自前往现场来视察各地关心。市长表示，今年是台南市社会主体成果重要的一档，看到民众将要签约搬入去新厝，内心嘛充满欢喜。尤其移居成功的地点，佮靠近大湾交流道，周边还佮有对国小到高中的完整学区，非常的抢市。敢若是登记抽考的，都有2500多人。移居成功社会住宅，这个地方是完全是厂商回馈给市政府，市政府不用出钱，总共有103户。这样子的一个大的量体，事实上是在周边新进发展区很重要，尤其这里离那个大湾交流道非常的近，那周边有学区、国小、国中、高中都有，因此呢，很多人尤其租金又是非常的亲民，那所以说这个地方非常抢手。但是光是登记就2500多个但是因为有人会有重复登记在不同的社宅，或者他有不同的选择，所以说我们会依序来这个提供好的这个住宅品质给我们的市民朋友。那陆陆续续除了先前的移居仁爱，现在移居成功，接下来移居小东，在今年底之前就有将近500户的这个社会住宅可以让提供民众来入住。市府都发局表示，移居成功的社会主体总招租的户数有103户，对今年3月17到4月16开放申请，6月11完成电脑的公开抽考。头一批签约的户数有75户，将对9月16开始，就会用分批来搬入去。另外，为体贴民众搬厝的准备，住户嘛用在伫搬入去进前的5天来提前点交。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疏解南科连外交通，市府所兴建8外环道路，其中第4期计划部分路段因为小挖面体，加上过去环境影响评估的天数被质疑有问题，所以沿线永康甲北区6个里将8户的居民组成自救会，要求工程沿咸水溪北边来兴建。经理委陈椒华嘛替民众发声。批评市府并无听出民意。8外环第4期计划预计要伫咧明年取得用地，市府工务局已经办理公听会，煞因为通知开会的公文挂伫咧路口电火条啊，加上路线规划问题，沿线永康乡北区内里就8户居民组成自救会。由北部调抗议。阮建议伊做咸水溪步环内北平，伊怎直直做过就好，伊毋免阁开70几亿南移，做阮中华路的路中，做路中就对啦，距离阮民众无到4.5米。根据着了解，北外环第4期工程对溪顶寮大桥往北区延伸到大港观海桥。全长3.7公里，原本路线规划伫咸水溪北化，后来市府无空居民协调之下，就更改计划路线，引发地方强烈反弹。曾经其中协调的经理委陈椒华就认为，既然市府空居民协调无成，加上过去环评的定数有质疑，现在要考虑第4期工程的必要性。第3期工程已经通车。衔接南科联络道及台江大道，可负荷往返南科的交通，关键路段已完工通车。反观第4期工程，连接北区大港观海桥，目的说是要复兴旧市区交通，但中华路、中华北路路段路幅充足。可以负荷现有的交通运量。市府工务局解说，当初时拢有整体评估，要搁考量到北化爱征收空铁图沿线坐户面体，加上咸水溪跨度有限，若是施工期间伫咧咸水区落墩，会影响到爆发安全。所以落尾采用南北两边配对的选项，
百外款才对溪顶寮大桥由北化转到南化。台南新闻综合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为推广全民慢速垒球运动，单市媒体垒球联队在嘉南夜里大厦举办邀请比赛，邀请议员吕兴业以及大专校友等4队共同来请拼。第一场的比赛得由媒体联队迎战淡市议会议员联队，在工作以外难得换上球衫，一棒一棒拼实力。台南市媒体垒球联队趁着假日时举办邀请赛，由嘉南药理大厦校长张义峰、台南市新闻处处长苏恩恩替赛事开球。那因为我们学校场地非常棒，也常常上届到外面去做使用。那我们这次特别赞助了相关的饮料啊，或者是一些餐点。嘉南药理大厦的棒球场当年开放。这次的赛事不只是运动交流，更希望让更较侪人接触到垒球、体验运动带来趣味。平常时穿西装的议员，摕麦克的记者，这回拢换穿球衫来拼关家。议员李宗翰、蔡小薇、朱正轩、周家伟、陈宏武、李启伟、黄兆辉、李宗麟等8位议员拢亲自参与比赛。兴奋啊！哈，能够这么海 K， 我们的媒体界是不简单，可是事与愿违啦，哈，被媒体界海 K 啦，哈。其实是一个做轻松啊、做趣味的一个行程啦。即马较少年辈议员，但对球类的部分、对运动的部分都非常的关心，所以我们一定会在议会持续把台南的运动环境打造好，提倡运动，然后大家互相交流像记者跟议员交流方面会比较互动比较好一点。另外他们。平常我们都很忙，然后在这种休闲当中里面，我们可以跟他相互互动，来一起打球。垒球是全民拢会当参与的运动，唔但会当活动筋骨，嘛会当展现以球会友的精神。这场比赛结果由旅行工会摕下第1名，媒体队第2名，最后分别是议会联队以及高雄师范大学校友队。台南新闻所会采访报道。一群30-40年来坚持人物写生的画家，现在因拄对友爱市画室刷到府前路一段美术馆来持续创作，甚至组织办联展。但令可贵的是，因对着画人物特别的介意，嘛，互因透过创作来深刻表达情感、讲故事。邀请大家把9月2日之前前来观赏。一群来自红溪县友爱街画室的画家，现在刷到艺术家欧文钦所提供的场地，继续每礼拜一摆创作。虽然大家在前无同，背景无同，不过同款的是对人物创作的坚持加热爱心，才法度维持30-40天。会中看到每一位暂时放下杂事来专心描画model的眼神，真使人感动。而且更难得的是，大家参像一个大家庭。在周美华老师的教旨甲策展之下，8月2日开始，在台南美术馆画廊加比来办联展，展出66幅经典的人物画像。画作当中，设施共一个model，不过画出来性格拢无同，嘛是反射当初做画心情，来深刻表达情感，讲故事。画人物越画越迷人，一方面是造型的追求正确啊，还有层次的以外，我们还有很多表现内涵的东西可以去追求，永远追求不完的一个很高的那个很深的，我可以说是画人画是一种美术的很高深的学问，所以我们乐此不疲，40年如一日。说你要选人的表情啊，然后那个身体的姿态啊，流动性啊，然后是
可以让你很灵活的东西。那我一开始我是蛮排斥的，因为我觉得人很难画。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画，你只要一支笔你都可以画，你不要得失心那么重。每一个人他都可以画图的。人像放在你家，那又不是我家的亲人，把那个像吊在我们家的墙壁，这有什么意义呀？那你画的裸体也不能吊在家里呀，那这个有什么？可是我们取向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是说，我在画的当下，我跟模特当下的心情对话。除了我们要画模特的肢体以外，我们还要把模特的心画出来。可是常常有时候画出来的这个画，就都是我们自己心情的对照。你看模特说，他今天很开心，其实是你今天很开心。展览当中嘛出现色彩模画家新铁在画作，原来伊妈妈甲大家做伙写生。当然，除了老前辈甲资深的画家，青壮世代嘛拢有，大家共同用画作来交流分享。其中身兼马道的画家吴平轩看到长辈坚持，嘛可以用艺术是一世人的代志来持续创作。我有时候也蛮自叹不如的，因为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像他那么坚持每个礼拜，然后都来画图，然后画的好不好还是其次，但是他们那个精神是让我很佩服的。那因为我本身是画图的人嘛，然后我可以大概理解说画画的人他想要怎么样子的模特的感觉，对，所以我通常看他们在画我也没有觉得他们在画我，他们投射出来的其实他们都在画他们自己，所以我常会说。他们不是在画我，他们是在画他们自己，他们只是投射在我身上。因为每一个人这边其实有很多幅都是画我，但你可以看得出来，每一个人画图的风格、性格在笔触上其实是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结合咖啡馆甲艺廊的空间，提供一个予喜意艺术的朋友来欣赏画作、临咖啡聚会场所，嘛邀请大家把9月2日进前前来观赏。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实境综艺节目《少年侦探诞生》8月30號在台南書畫博物館舉辦宣傳記者會，其中委託熱情歡迎劇組來台南取景，嘛祝福節目未來收視長紅。由金马、金钟双金团队联手打造，辉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策划的实境综艺节目《少年侦探诞生》，是一档结合明星效应与法治教育专业的创新实境综艺节目，预计在9月份起展开制作。剧组特别选在台南司法博物馆取景拍摄，艺人隋棠、王彩华、温升豪与黄瑜婷也都一同出席宣传。我跟生豪哥呢，因为我们之前有合作过《神秘五金行》嘛，所以我们非常有默契了。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可以一聊呢就可以聊很久，然后都蛮好笑的。然后跟糖糖呢，也有合作过戏剧的。然后我觉得糖糖呢，真的很有正义感，而且呢，对青少年、幼儿呢，都是一直在为他们发声。所以呢，这个节目呢，我们基本上呢合作起来呢，真是快乐无比。我们今天这个案件有遇到一些普通的老百姓，我觉得我们还是会用普通老百姓的语言跟他们沟通啦。但如果是在就案件本身来讲，我们会严肃看待。我觉得这个拿捏，我们应该是游刃有余吧。市长黄伟哲也代表全体市民向少年侦探诞生制作团队表达欢迎。这个地方真的是林委员很大力帮忙能够顺利的让这么美好的司法博物馆能够成为我们少年侦探诞生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因为我知道从第一排以后的大家都在晒太阳，所以不宜久留，不然妆会花了那希望大家都快快乐乐的。那代表所有台南市的市民朋友欢迎这部这么好的一个法治教育的片子，而且真的是集公益跟艺术为一身，就感谢王导了那因为这边诈骗这么多那所以说非常非常需要再从各个方面的层面，那代表所有台南市市民欢迎，希望在台南市又多一佳作。谢谢季导，祝福大家。少年侦探诞生以戏剧化情境模拟与娱乐互动为核心，节目设计透过少年侦探、明星、律师及法官一同参与案件调查与推理，
最终在模拟法庭展开辩论攻防，带领观众从娱乐过程中理解法律的运作与价值。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基隆历史建筑需求指挥所重新开放对外参观，基隆市长谢公牛等侪侪民代贵宾拢出席开幕式，宣告指挥所变成结合历史、艺术加创意文化新地标。这个车技呢有一个特色，3根圆形柱形的，然后它的外形呢，各位看一下，这个是圆弧，这个是半圆形，旁边这2个是圆弧形，两侧的门柱采螺旋状设计，屋顶外观利用不同高度层次堆叠，这一栋昭和时期的建筑风格别具特色。可以说是基隆最特别的一个算是公共建筑，因为它是个纪念馆，所以其实虽然它不高，可是你可以绕了它一圈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的瓷砖或者是它的入口处，还有就是它的圆柱体的房间其实都还会有做玻璃其实这个其实都是非常现代建筑的一种表示。来到2楼平台，现场摆放屋顶帐篷，提供休息。站在景观台前，居高临下可以眺望整个基隆港。这个地势又刚刚好，而且视野又那么宽，难怪这边是可以当一个指挥所。可以看风景，然后也可以就是看那个。就是山不会变，然后它这个图可以揭示整个100年的一个变化。早期的时候都封闭的，都是警卫在上维护站着，所以我们是不可能进来的，所以也不知道里面是长什么样的。现在50几年回来，会发现到原来里面别有洞天。我看那个景观很漂亮，超美的，不晓得离那么近，感觉上好像一下就跨过去就到了。3、2、1。点亮旭丘之星。基隆市历史建筑旭丘指挥所24日起开放参观，市长谢国良亲自主持开幕仪式，宣告指挥所蜕变成为融合历史、艺术和创意的文化新地标。委托行的邱总经理承办我们这个旭丘的一个这个策展，长达5个月，那有不同的主题。有孩子的主题，也有职人的主题，那也欢迎大家多来基隆的旭丘指挥所走走看看，这里有很丰富的历史文化，然后又有很好的展的内容。那展的时间呢是到11月底，一共5个月左右，所以欢迎各地的朋友多来看看。旭丘指挥所开放参观，现场还有艺术特展、体验教室及文化导览。文管局希望透过各项活动，重新诠释这座历史场域的文化底蕴和价值。那我后面看到的是我们的一个洋楼它其实也是当时留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古迹之一那另外一个部分还有我们的子弹房，以及我们2楼所谓的看到序幕台湾8景之一的一个序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观景的一个地方，甚至它可以看到我们的基隆港，这也是旭丘它迷人的一个所在之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修复其他的一个场域是希望未来在这个其他的场域也可以有轻食，也可以有阅读，所以等等，我很希望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呢，可以来到我们旭丘指挥所，来这边品尝一下我们的轻食，也品尝一下我们的阅读，让大家看到在这么高的一个地方，阅读的感受是什么。旭丘指挥所隐身在基隆大沙湾的山海交界，曾经为台湾最神秘的军事管制区，如今再度开幕，除了揭开过去神秘的面纱之外，也邀请游客以全新的角度重新认识这座城市之美。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感谢收看9月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